當然，除咗也到劇本來講，那我還有咧當重要係乜嘢咯？因為一下要科技，要愛跨界，故所愛跨界同科技來結合，好多人都一下嘅戲曲做唔得劇社會元素哦。捱4年時間，讓我有一啲東西，冇啊，一下冇咁樣了。故所唔講捱到2019年做一出戲，很多青玉邊就開始用很多動畫、投影啊，按啲東西來咯，各位還有做一出很多一個天上人間桃花源，叫做其實係一個那個牛郎織女咧，有天河，有天河水，佢咪係用一個那個等於個科技同一個人來做，春期咧就講做一出一個海東奇峰，就用個西風油膜，基金用 LED 嘅來到西風蛋糕來展現。故所講起來講，科技必須要一下嘅傳統戲嘅來結合。故所以傳統戲嘅係肯定一個時代同佢改變同佢進步，但是不論樣板戲嘅改變，樣板戲嘅進步，差係經驗來講，你係咧客家戲，係咧採茶戲，故所一個客話，一個蒼穹杜康嘅山歌採茶係做唔得劇社會，也就係一天，也就等於講一個本質。至於講各種嘅一個改變變化，也就係為咗觀眾嘛，而服務嘅係觀眾，一樣係將觀眾帶落劇場，俾觀眾看得實，各位觀眾也知道講一個東西好看，故所老頭擺方式又當到冇重要，劇情嘅方式咪冇重要，頭擺講喺度都仲好建議，也後生人對仲好建議可能一個想法冇重要，故所以戲嘅方式沒有冇重要啦，所以也都種種嘅東西呢，就愛看下一輩一啲後生人讓佢來接受一個採茶戲，真有辦法可以結聽講一個客家戲一樣嘅發展。